传抖音的影片，荧幕下方中间加号那边按下去，然后可以选那个上传，右边的上传，然后按那个重叠的图案，那个就是可以一次上传很多部影片的。现在选了12部寺庙艺术的艺术品了，现在看看要怎么上传。按确定吗？按确定了。抖音的，按了确定，都是几秒钟的了，这影片都不能太长，太长可能要处理很久。看那网络的速度快慢了，你看要跑很久了。抖音在大陆说很红了，年轻人很喜欢用抖音，很多国家的人都在用西洋的、东洋的、日本、韩国的、大陆的、台湾的都有在用了。这就是抖音制作影片是这样做的，选了12部了呢，选音乐了哈，到底要选哪一个？选哪一个影片比较好？不晓得选哪一个影片。哎，哪种片段呢？好棒好棒，这样好好听，你都可以选啊，也可以推荐音乐哦。推荐音乐能不能把北管、南管啊、寺庙音乐放上去啊？按下去。如果能够中国式的音乐那更好。你看。
然后4点不可能给你之前上传的呢，因为你这么快，厉害啊！哎，速度有这么快吗？这么多12个片段呢组成的影片，速度有这么快吗？要按储存哦。抖音影片，抖音。自己的内心，你放不下。你看之前上传的这个播放，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4点不可能。有没有成功啊？看一下讲那个我，你放不下。按右下那个我。哦，有人到神教这个就是刚刚上传的，按一下看看会不会播放。我以为那个字也有出现，寺庙艺术欣赏天台二，电脑大厅寺庙留言那件事情，没有发现，等等呈现，右下角这个圆形在转，那个就是音乐，那个音乐的那个图案，音乐档案那个图案。他说选几秒钟而已。原来你给那么多片段、影片片段，但是他都选几秒而已。那你刚才退出来看看，他都会退出来的，看看那个档案资料夹，看影片。那你上传那个抖音的，它会另外有